大埔宏福苑大火後，屋苑管理、大維修引起嘅爭拗，社會好關注。灣仔富佳大廈因為大維修，業主立案法團告其中一戶業主同租客，但係敗訴，過百萬嘅訟費點樣攤分未知，法團仲諗住上訴。呢一場風波嘅工程承建商萬家，更加係同宏福苑大維修承建商宏業有關聯。法團仲有同另外2名業主打官司，有業主希望止蝕，醞釀推翻法團。灣仔富佳大廈樓齡接近50年，2023年大維修開始咗2個半月，法團委員決定入稟控告2樓 A 室2名業主同埋1名租客。法團話3名被告阻礙工人進入平台搭棚，又話佢哋冇清空平台上嘅雜物，令到搭棚遲咗幾個月先完成。法團需要向承辦商同埋工程顧問公司賠償42萬。業主同租客就話一直容許工人進入平台，亦都曾經搭好竹棚。不過法團幾日之後就以平台未清空為理由，撤走工人同埋棚架。大廈部分業主反對打官司，其中李先生透露，業主當時向灣仔民政事務處求助，申請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民政處嗰邊嘅職員回覆呢，就係呢個法團好強硬，就唔肯同你哋溝通。然後咁經過咗民政處幾次嘅游說啦，咁最後主席打嚟就係講，有啲咩經律師處理啦，我哋冇其他嘢可以講噶啦。成件事個角色其實都好被動，即係佢要告你哋，其實係企喺度俾人告。法團喺大堂貼公開信，批評業主阻礙工程，要求佢哋回覆法團嘅律師代表。業主透過律師寫信，表明願意配合。法團就話工人已經撤走，要俾55,000蚊先會復工。業主拒絕。法團2023年4月中召開特別業主大會，決定係咪入稟土地審裁處追討賠償。其實呢個金額你係可以去小額錢債處，如果你真係選擇告嘅話，咁成件事都係55,000蚊啫。但係佢唔係咯，佢哋就選擇一啲好昂貴嘅方案啦。佢哋要告去土地審裁處啦。其實佢哋係冇交代俾我哋業主，究竟佢哋用咗幾多錢喺個律師費上面。住喺富佳大廈30幾年嘅蘇女士唔支持打官司，但佢冇投票。咁多年出席都冇用啦，佢哋都係我哋都知道係一言堂啦。人微言輕，得嗰1、2戶話反對都冇用啦。人微言輕可能可以反映喺業主嘅業權份數，每一份等於1票。富佳大廈業權份數有超過1400份，44戶住戶業主每一戶大概有18至25份，8個地鋪有嘅就比較多，介乎37至105份。投票當日雖然有業主反對，但係票數比較少，反對無效。官司纏繞接近3年，土地審裁處2025年12月裁定法團敗訴。法官高麗莎喺判詞中話，3名被告冇拒絕法團同埋承辦商進入平台，承辦商亦從來冇要求平台完全清場，而工人曾經成功搭棚，證明雜物冇阻礙工程。法團秘書胡美眉口供有矛盾，誤以為自己佔據道德高地，多管閒事卻無能。法官認為法團將行政問題訴訟化，工程延誤毫無疑問係因為法團唔肯同業主租客直接溝通，裁定法團需要俾晒所有訟費。有業主話已經夾咗21萬大維修，而家又要再攤分訟費，好無助。真係要俾嘅時候都要俾㗎，咁冇辦法㗎。如果唔係佢一陣話可能告埋我哋咁點啊？即係其實我哋都唔知道可以點樣做咯。講真，我哋呢一等大廈個個都有翻咁上下年紀，佢係啊層樓供完啊，幾廿萬又話要維修啦，啱啱俾完，我都唔知整緊啲乜。你而家又話又有官司喎，我唔知要夾幾多錢啊，真係唔知，真係好驚。2026年1月中，法團召開特別業主大會，公布訟費106萬蚊，仲未計埋辯方嘅律師費有幾多。法團認為判詞部分內容屈佢哋，諗住上訴。有業主問上訴要使幾多錢，希望法團先交代再決定。
亦都有人話到依家先知打官司使咗咁多錢，估計要賠償訟費超過300萬蚊。想知道如何攤分，法團未有交代。我哋再向法團查詢，兩單官司牽涉幾多律師費嘅？係有冇同業主交代過有幾多律師費嘅？判詞話業主一直配合工程，有冇話點解你哋拒絕溝通嘅？其實我哋已經係依晒所有程序做嘢，唔係立亂嚟嘅。我哋法團亦都係有開過會、開過大會，問過所有業主做嘅嚇。至於其他 details 嘅嘢，我唔方便回答。除咗呢一單官司，富嘉大廈法團仲有告另外2戶業主僭建，話佢哋未有及時清拆外牆嘅水管。其中18樓 A 室嘅業主知道被告後已經清拆水管，再自己買油修補外牆。法團批評買漏一款油，又話留低嘅牆窿影響大廈結構，繼續入稟土地審裁處，指控業主冇還原外牆。案件2025年12月完成聆訊，等緊裁決。現時法例賦權法團代表屋苑打官司，有關注組織形容好似尚方寶劍。常見嘅案例包括透過小額錢債審裁處追討業主欠交嘅管理費。但係法例冇規定法團一定要就訴訟召開會議議決，或者交代可能牽涉嘅訴訟費用。咁其實有冇機會可能政府有一啲作業嘅守則啦，甚至乎一啲強制嘅要求要求法團去到就住呢啲重大嘅法律訴訟，係需要去到向小業主交代啲乜嘢嘅資訊呢？包括可能律師提醒呢個客戶究竟佢會唔會去打輸場官司嘅風險同埋可能嘅一啲損失呢？富嘉大廈嘅官司，仲意外揭發咗大維修工程28間投標公司3間有關聯，負責宏福苑大維修嘅宏業建築有投標，但係落選。法庭聆訊上有人作供，宏業被捕董事侯華健代表中標嘅萬家建築出席業主大會，而萬家未改名之前叫宏業國際，曾經登記嘅地址由侯華健妻子張燕琴持有。另一間投標嘅民星營造董事就曾經同侯華健合組公司，關注組織希望政府日後規定投標者披露關聯。如果同一個集團或者同一個老闆去到有幾間名牌嘅公司同時去入標，咁其實佢圍標嘅嫌疑咧，其實係相當之高。咁如果你做咗呢一步嘅時候，起碼俾到小業主知道，原來呢幾間公司係有關聯嘅喎，會唔會係當中有問題呢？咁等小業主多一個參考。打官司使費未見頂，有業主醞釀撤換法團，要收集5%業主嘅同意，再尋求民政總署協助。我最大感受就係好無奈啦，因為我哋佢有大部分業主咧，好多都係老人家嚟，即係要佢哋承受打官司嘅壓力咧，其實就都好慘嘅。業主其實佢其實可能2-3年都瞓唔着嘅。我哋以前咧都可能係一般業主嘅心態啊，跟從法團嘅指示啦，即係佢都會幫我哋揀最好嘅。咁但係經過呢件事就知道，其實自己都要多啲責任出嚟去監察所有事情嘅發生。